皆さん、ジュエルスターグランプリへようこそ。素敵素敵。優勝してジュエルスターになったら3つの願いが叶えられるの。みんなパートナーと一緒に頑張るにゃん。魔法がいっぱい、ライバルがいっぱい、輝く心が魔法になるわ。女の子は誰でも素敵な魔法使い。テンコだテンコだジュエルフラッシュ。ハッピーティング。Happy Happy 跳到天空裏 Happy Happy 一起到夢兒，前塵未來飛越堡壘 Ready go Ready go Ready go Happy 天空。世界上每個女生也似鑽石漂亮，瑰寶似沒相近，叫人振奮。偶爾自信快要失去，帶對鏡練習吧。有魔法程式吧，勇氣再起跑，玩變魔法又變身了，用上魔法沒有阻攔，能為我心幻化，勇氣將你未來甜夢變真。Lucky Lucky 躍進天空裏 Lucky Lucky 飛奔到夢兒，出奇事情一動魔法 Ready go Ready go Just for you。 Happy Happy 跳到天空裏 Happy Happy 一起到夢兒，前塵未來飛越堡壘 Ready go Ready go Ready go Happy 天空。阿老馬，決賽就快要開始噶啦。你係咪覺得好唔舒服啊？其實我一直都好擔心你，擔心你會唔會俾禁用嘅咒語侵蝕你嘅生命。阿老馬，只要你今日贏咗，就可以實現3個願望，到時你就會得到幸福，你就會開心翻噶啦，嗬！我今日戰鬥就係為咗令寶石樂園裏邊所有嘅笑容都消失。最後嘅魔法，心情激動。我哋到咗啦，人馬同學。呢度係寶石運動場，亦都係朱莉娜女王嘅城堡啊！真係好犀利啊！你比賽有冇怯場啊，英同學？其實我最初都好似有少少怯場咁。阿老馬，阿老馬，佢啲頭髮，咪行住啊，阿老馬。我哋今日唔會輸噶，我哋大家都要加油啊！露比，其實佢做乜嘢咧？嗰啲就係懲罰考驗。阿老馬，英同學，我好擔心阿老馬。呢一場最後嘅決賽，終於都要開始啦！加油啊，阿明！一定係阿明攞冠軍嘅，成為寶石之星。點解總係心緒不寧咁嘅？阿老馬嘅眼神比之前見佢嗰陣更加冰冷啊！係啊，只有我先至能夠成為寶石之星。我會為寶石樂園帶嚟最悲慘嘅命運。露比，
我諗過，如果可以實現3個夢想嘅話，一定會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嚟噶。但係我一直覺得要成為寶石之星係個遙不可及嘅夢想，因為我有太多夢想啦，所以我一直都冇認真咁諗過想要實現啲咩夢想。但係而家我已經有一個好清晰嘅諗法啦。阿明，你已經決定咗第一個要實現嘅夢想係乜嘢啦？我希望阿老馬有翻笑容，有翻笑容，我一定會咁樣許願噶，一定會。好啦，露比，我而家好想成為寶石之星啊！阿明、露比，仲有阿老馬、戴安娜，呢把聲係朱莉娜女王把聲啊！請你哋使出配合呢一場崇高決賽嘅魔法，令大家欣賞。我叫做即斯巴，呢一度就係魔法之門嚟啦。魔法之門，邊個可以打開呢一道門就係冠軍，成為閃耀嘅寶石之星。寶石之星，阿明，而呢一條就係魔法鎖匙啦。只有擁有特別魔法嘅人，先可以得到呢一條魔法鎖匙，然後用佢打開魔法之門。只有擁有特別魔法嘅人可以打開佢。係咁，朱莉娜女王，道門嘅另一邊有啲乜嘢喺度噶？能夠打開道門嗰個人，希望想去嘅地方。能夠打開道門嗰個人，希望想去嘅地方。嚟啦，可以用魔法鎖匙打開道門嘅人就係寶石之星啦。關於冠軍節比賽，而家開始啦！激動嘅誘惑，粉紅色嘅鑽石，奧妙嘅鑽石 ，Flash！露比，我會加油噶啦！今次係最後一次用魔法，阿明會成為寶石之星噶，一定會。閃亮嘅勇氣係露比嘅標誌。Twinkle magical chance，Twinkle jewel flash。邊個攞到嗰條鎖匙，就係寶石之星，可以實現3個願望。係屬於我嘅。La Bellisa Dolica，La Bellisa Dolica。嗰啲係唔通嗰啲係邪惡咒語？係咩嚟㗎？阿老馬，話都冇咁易啦，去啦！阿老馬，我諗被禁用嘅咒語正係侵蝕緊你嘅生命啊！如果繼續用呢啲魔法，阿老馬你嘅生命力就會冇晒噶啦！冇啊！冇錯，阿老馬而家已經失去自我啦，佢嘅身心俾邪惡嘅魔法支配咗。華莉莉亞卡，阿老馬，阿明，條魔法鎖匙俾阿老馬攞走咗啦！老比，唔緊要噶，只要我哋一條心，冇錯。阿老馬，你雙眼善良嘅目光，仲有你雙手嘅溫暖，都翻嚟啦！仲有阿老馬嘅笑容。所以求下你，俾魔法鎖匙我啊！Twinkle twinkle，你變大了。微風，請你將魔法鎖匙
時送嚟我呢度。點解咁嘅？發生咩事啊？阿明，得咗啦，係啊，點會咁㗎？居然俾佢攞到！好犀利啊，阿明，同我哋估計嘅一樣啊。係啊，阿明自己擁有一種好特別嘅魔法，係阿魯瑪唔會有嘅魔法啦。阿魯瑪唔會有嘅魔法。咁究竟係啲乜嘢魔法嚟啊？阿魯瑪用恐懼同憤怒去推動佢嘅魔法，但阿明完全唔同，佢用心裏面善良去推動魔法嘅。用心裏面嘅善良推動魔法？雖然阿明本來就係一個好善良嘅女仔，不過佢嚟到魔法學校之後，同露比一齊經歷咗好多唔同嘅嘢，令到佢變得更加善良，而且更加堅強添啊！就係呢種堅強同埋善良，喺寶石樂園呢度會成為一種最強嘅魔法力量。英同學，魔法鎖匙，點會㗎？太可惡啦！阿明，阿明，唔可以向對手用攻擊魔法㗎，亦都唔可以用被禁止嘅魔法嘅。比賽要終止。阿魯瑪，停手啊！你知唔知你嘅身體而家已經俾邪惡嘅魔法支配住？再夾硬用魔法，你就會失去自我㗎啦！呢個。點解會咁樣㗎？今次弊啦，大家快啲走啊！出咗好醜啊！而家咁樣，今次真係好大件事啊！咁多位，阿明，你唔使擔心我哋噶。唔好俾阿魯瑪佢攞到啊！快啲去攞魔法鎖匙啦！阿明，好啊！魔法鎖匙，俾條鎖匙我啊，阿明！而家嘅阿魯瑪並唔係我識得嘅阿魯瑪嚟噶，你咁用嘅咒語，連你個心都吸走埋啦。真正嘅嗰個阿魯瑪係好善良噶。你根本就唔知我係個點嘅人，呢個就係真正嘅我。呢個世界上就只係得悲哀同埋苦惱。教識我呢啲嘅就係你啊，你啊！雀仔啊，雀仔，你有冇事啊？雀仔，隻雀仔冇事啦！你做乜嘢啊？好得人驚啊！我哋快啲走啊！佢哋好古怪啊！簡直恐怖啊！唔好埋嚟啊！你哋唔好嚇阿魯瑪啊！唔使驚嘅，阿魯瑪，媽媽喺度啊！媽媽會喺阿魯瑪同幼瑪嘅身邊，一直陪住你哋。但係媽媽已經永遠咁沉睡啦。阿明，你同我講過，我媽媽之所以變得虛弱，係因為受到充滿利亞界嘅悲傷同埋痛苦所影響嘅。媽媽佢已經唔可以再次甦醒㗎啦！
阿老馬，咁樣嘅，你哋做乜嘢啊？想點啊？阿老馬，你咁用嘅咒語而家利用緊阿老馬你嘅悲傷啊！你話我俾佢利用？因為阿老馬你越悲傷，佢就越容易吸取你嘅生命力。佢而家好開心啊！啲咒語喺度利用緊我。上次封印咒語嗰陣，佢乘機入侵你嘅身體，吞噬你嘅悲傷，然後希望等機會再次重生，係懲罰考驗。冇咁咩？等我代替阿老馬，你攞走我嘅性命啦！戴安娜，就算全世界都當你係敵人，我都會企喺你嗰邊嘅。我會留喺阿老馬你嘅身邊，無論發生咩事都好。阿老馬，好多謝你創造我出嚟。戴安娜，我好想你再笑返。都係因為我怕老戴安娜。阿老馬，一切都完啦，我嘅魔法力量已經冇晒。件事仲未完噶，呢個位已經完噶。阿老馬，阿老馬，對唔住啊，戴安娜，歐柏羅，對唔住啊，有馬。阿老馬，你擘大眼啊，阿老馬，阿老馬。阿老馬，有馬同學，來啦！阿明，呢啲係被禁用嘅魔法，吸取咗阿魯瑪擁有嘅魔法，得到更加巨大嘅力量啊！但係阿明喺裏面啊！阿老馬佢哋都係。阿明，乜嘢啊？你點啊？點算啊？朱莉蘭女王。求下你啊！阿明佢哋喺裏面啊！要快啲用封印嘅咒語去封印被禁用嘅魔法至得啊！呢一樣我做唔到。邪惡嘅咒語吸取阿魯瑪嘅悲傷，佢因為成為阿魯瑪嘅心臟而得到生命。如果喺呢個時候用封印嘅咒語，阿魯瑪同幼馬佢哋兩個都會一齊永遠沉睡嘅。阿魯瑪同幼馬佢哋兩個會永遠沉睡。點會咁噶？朱莉蘭女王，
茱莉亞女王。而家要用魔法制止邪惡咒語喺寶石樂園裏面不斷擴散。如果唔係，就會好似以前咁樣，嗰個藍寶石月亮會慢慢消失噶啦。我哋應該點做啊？只要阿魯瑪個心仲存有悲傷同孤獨嘅話，邪惡嘅咒語就會不停咁吸取阿魯瑪嘅生命力去支持佢自己嘅生命。但係我哋寶石樂園嘅所有人都冇辦法可以消除阿魯瑪內心嘅悲傷，係因為嗰種悲傷係由利亞利亞界產生，係利亞利亞軟弱嘅心，令到邪惡魔法有機會出現。唔通我哋由得呢種情況繼續落去，但係咩都唔做咩？仲有阿明喺度，阿明同老比一定可以救到阿魯瑪嘅。冇錯啊！只要有阿明喺度，就唔會輸俾嗰啲魔法噶啦。冇錯，而家可以拯救阿魯瑪個心，點起希望之光，就只有路比同利亞利亞嘅阿明。阿明你喺邊度啊？阿明，阿明啊，你快啲醒下啦！阿明，我哋要盡快去搵阿魯瑪噶。阿明啊！空に落書き希望を今いっぱい描こう。きっと未来は果てしないよ。あの空と同じくらいに OK here we go。 白い自転車で登った丘の上、キュッと背伸びをして遠くを見た。あの雲の向こう素敵な何かが明日の私を待ってるね。昨日の雨がきっと空をこんなに磨いてくれたよ。空に落書き思うままに地図を書いたら、君と約束風を切ってもっと行こう。太陽がほら呼んでいるよ。 OK here we go。やあ、ジャスパーだよ。僕はジュエルランドとレアレア界をつなぐゲートの門番をしているんだ。今回は特別にジュエルスターグランプリの手伝いもしてるよ。ジュエルペットのことをもっと知りたいみんなはアニテレにアクセスして楽しい情報をゲットだ。ルビーの本占い、今日はいいことあるかな？オパールの答え、胸を張ってみよう。何でも気持ち次第だよ。禁じられた呪文はアルマを心臓にして命を得てしまった。アルマとジュエルランドを救えるのはアカリとルビーしかいないわ。頑張れあかり。輝く魔法を使うの。最後の奇跡を信じて。次回ジュエルペットティンクル、輝く奇跡にドッキドキ、魔法の時間が始まるよ。ティンクルティンクルジュエルフラッシュ。女の子は誰でも素敵な魔法を使